媽子啊，就嚟到母親節啦，我專登咧翻咗湛江親自去捉隻龍蝦翻嚟孝敬你噶。嗱，你睇咁靚嘅呢個龍蝦，梗係要整翻煲清水，嗱，慢慢浸佢，慢慢燙佢，啊，見到面都流晒口水添啊！嚟，再加埋啲靈魂嘅薑葱豉油，哇，正！有得食！哇！睇你都睇住熱啊！哇，女，唉，你真係孝順嘅啦！哇，識得整隻龍蝦俾阿媽食，哎呀，我死大香！啊，真得食香啊！得食，啊大食仔嗰啲做法啊，真係零舍不同啊！梗係啦，表哥，呢個嘅係我祖傳東低嚟噶，咁想整出嚟嘅嘢又嫩又滑。正。